主后2025年5月29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伫上雍中学行完全的路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101篇第1节到第8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诗篇第101篇，大笔的诗。我要唱慈爱甲公义的歌，上主啊，我要上赞你。我要谨慎行正直的路，你什么时才要来我遮？我要用正直的心伫宫内生活。下贱的事我拢毋看，背逆上帝的人的所做，我真厌恶。我毋互伊捌着。冤巧的心思我拢无爱，一切的歹代我拢拒绝。暗中诽谤厝边的人，我要甲伊毁灭。目头悬、心骄傲的人，我袂容允。我要眷顾国内忠实的人，互因甲我做伙住。我要互行正直的路的人服侍我。诡诈的人袂用得住我的宫内，白贼的人袂用得徛伫我的目睭前。逐早起，我要毁灭国内的歹人，将所有做歹的人对上主的城消除。伫上雍中学行完全的路。关系祈祷，我对主要老师学到的第一个范例是所罗门王的祈祷，所以求你赐你的仆人明辨的心，通判断是非，治理你的子民。上主欢喜所罗门的祈求，就应允赐伊明辨的智慧，佮鼓励伊效法老爸大卫，一生遵行伊的律法和命令。所罗门这个祈祷所祈求的，拄好是诗篇101篇的诗人所祈求的。我要谨慎行正直的路，你什么时才要来我遮？这句经文前半句中文和合本译做：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。用智慧行，有小心谨慎、反复思想、明白事理等意涵。对这通理解，智慧毋是天生本能，是需要学习认知，用行动印证，才会当渴望通期待生命，无通指责。经文的后半句，你什么时才要来我遮？是按照上主发出邀请的祈祷文，互人联想旧约另外一个重要的用字托拉。托拉原文意思是点出各种人类状况的上主的话语。点这个动作主词是上主，完整意思是上主点出一段具有穿透力的话，击中扰动咱的心，因为安尼点就具有教导的意思。安尼的解说，互咱明白上主的话毋是静态，甲册架顶面的册是无共款。咱摕落来读或是干那用伫参考，也是消遣。上主的话是动态，亲像一支箭，互上主牛仔经射出去，滴到咱伫阅读的时，互伊的话语击中。咱要安怎做，才当提高互上主的话语击中的纪律？对诗篇作为礼拜公祷文的意义来看，就是咱做伙上读诗篇的时，用诗句互相代祷，互彼此坦诚拍开伫上主面前，互伊的话语击中。
对伫阅读诗篇，互上主的话语激动，安尼的理解，我是对丈姆的智慧学到的。台湾基督教教会举办圣诗第一首无行歹人道路，原本毋是会吸引我的一首圣诗，直到某一日，我拄搭做人老爸伫咧准备讲道时，丈姆抱着出世无偌久的查某孙，轻轻搭伊的脚趾畔，唱即首圣诗来祝福伊。忽然间，我的心互即首圣诗击中。当下我充满感恩，感谢上主赐予遮尔虔诚、有智慧的丈姆。伫我和太太拄则做爸母，还未开始教导查某囝信仰以前，虔诚的外妈已经为查某孙仔祈祷，唱出邀请上主临在的诗歌。愿上主的话语激动伊，引带伊伫人生的道路会当无行歹人道路。这也会是你来礼拜的祈祷是无？想伫礼拜中听见上主的话，需要虔诚准备心，就是用常用来接着上主点出的话，所以学了常用，互咱伫礼拜中学到一个重要功课，咱着专一注目看上主。默想，礼拜中我会闪密上帝的话无？礼拜中我会闪密上帝的话无？咱来祈祷，主啊，愿我的心会当互你的话语激动，互我心疼，互我的心死踮你的射击之下。只有安尼，我才会当甲你的教我连结，对你的话语得到新的生命。靠主耶稣教我大能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新心灵，拢永行平安。